一寡忙。阿准啊，安珠老师，大家好。好咧，我即摆画面交互你哦。好，感谢安珠老师，多谢。好，歹势吼，咱线顶的好朋友大家好吼。我淡薄仔感冒啦吼，若有痰吼，所以今仔日即个声音的品质吼，若准讲无介理想吼，请大家多多包涵吼。今仔日真欢喜嘛真荣幸吼，安珠老师无弃嫌，歹势请阮来和大家分享即个每一个人想要讲的主题吼，其实伊无限定讲每一个人要讲啥物主题就阮个人吼，感觉家己会当分享的即个部分吼，来和大家分享。当然我当初想到就是想讲即几年来写作一寡有淡薄仔成绩当然嘛是希望讲有一寡机会和咱线顶的好朋友来交流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因为既然是线顶的教学线顶的课程但是呢无度较有即个像咱伫现场互动的呢所以我就伫思考讲即个方向要安怎来处理会当互咱线顶的好朋友会感觉讲有交流的机会，还是讲会当亲身去得到淡薄仔物件所以我想的我今仔进行的方式先甲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说明啦虽然我本来设定是讲我的台语小说人物的设定加营造就是人物的形象的设定啦加角色的营造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师拢看过我的小说所以若准讲我安尼无头无尾就直接讲我某一篇作品内面的即个人物的伊讲啥物话，伊做啥物代志，可能对毋捌看过我的册的人来讲伊会淡薄仔生疏淡薄仔生疏毕竟毋是所有的人拢看过我的册这是我的第一个思考第二个思考是讲未分享画面大家莫紧张我也要分享画面，我会先迄落因为我先分享画面，你就我会感觉啦有的人会就无专心听我咧讲啥所以我分享画面的时候，我会先讲先请安心有的人你也准毋捌看过我的作品，我咧讲啥，你其实会感觉有淡薄仔个心理上的距离啦，讲我都毋捌看过你的作品你即摆你分享迄人是安怎你其实迄个感觉就袂出来所以我今仔日的做法我做一下调整啦调整就是讲啥物意思呢我依然是要讲人物的形象的营造，但是呢我会选一篇先伫即个分析进程，先甲规篇的即个小说有人讲小说啦有人讲小说啦其实拢无要紧念互大家听互大家你听过了后因为我这篇大概应该嘛有差不多万出头字差1万字左右啦1万字左右所以爱需要淡薄仔时间当然一方面我念互大家听有一个好处啦，我若准讲这个时间互大家先转去念，有的人无一定真正会念一遍啦我即马伫线顶念互大家听一方面当然度时间嘛有作用啦会用度一下时间的但是呢马上念完了后，我就进入我的 PPT 去分享讲我当初伫写这篇的时阵我的一寡思考，安尼可能对咱今仔日即个2点钟来参与这个课程的所有的好朋友来讲应该是上直接的上直接的可能有的好朋友伊可能我两本小说伊拢看过伊拢真熟手这嘛有可能，但是这种的人毕竟是少啦毕竟是少数但是呢为着兼顾着讲我今仔日伫即个10点到12点的时间来和大家和阿准共同来学习的即个人伊会感觉讲你的册我也毋捌看过我要安怎去了解讲你到底你所写的你所讲的到底是啥物意思这就有真差嘛所以
我今仔日即个操作的方式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就是我今仔日先经一篇即篇自头到尾念互大家听，稳念因为毕竟是线顶的课程嘛我画面会呈现，我画面会呈现，会分享我的作品，但是呢，我嘛会念互大家听，当然啦，阵并无按算要甲伊当做亲像人迄朗读比赛的选手安尼来念即篇文章啦因为安尼第一无自然，因为朗读比赛有朗读比赛一寡要求甲规准，字音爱绝对的标准，我无按算要安尼念的原因是因为文学作品伊是较个人化，较个人化，伊无亲像人迄朗读比赛，你念朗读歌安尼，朗读比赛你也准有听过朗读比赛人，你就知影，迄念朗读歌的迄个曲式，含咱一般咧念文章的曲式绝对是无共的，当然有个人真享受，但是有个人感觉哎呦，敢若起鸡母皮，袂自然，所以我今仔日念即篇小说的即个过程我会较偏向就敢若亲像咧讲一个故事呢，逐个就哪看文章哪听，听完了后，我才会进入我即个分析的部分。我想是今仔日即2点钟的课程用安尼安排当然是一个新的试验啦。毋过我差不多2礼拜前伫迄个中师大中师大的一个课程就安尼试过尾学员的反应感觉袂歹当然迄是迄个第2专中班的迄个学员有听过，但是迄是另外一篇迄边我是念光明顶即篇规篇自头念到尾，互因听因感觉即个作者本身甲规篇的小说念一遍，互因听因会当伫短时间内，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内马上就用对即篇小说伊的内容啦，伊的剧情啦，大概拢有了解这时阵来讨论啦，还是做分析对毋捌读过的读者来讲，这是较直接，会当伫短时间内有淡薄即个熟悉，大概有即个作用啦我感觉迄边的效果袂歹，所以我今仔日同款是用即个方法来试，但是呢，今日拄好有人听过共一个课程，所以我就今仔日就选另外一篇，我选的今仔日选的即篇是叫做家蛇宪，家蛇宪，我就马上要来分享画面啦好来，各位即摆要拜托恁恁若有看到画面就二只迄个爱心的符号互我，我就知影讲迄个应该画面分享出去第二就是我的声音安尼听起来敢有清楚？好 ，OK， 感谢有啥物问题你就直接开麦克开麦克来回应，好无？就讲你也要提问啦若无我就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先甲家蛇宪即篇来做一下分享。当然要念家蛇宪即篇的小说进前我大概先做一下简单的背景的说明啦这个家蛇宪即篇是我的书写内底一个较特殊的第一就是讲我伫即篇内面我有写到即个查甫人去甲一个查某囡仔吞大的剧情就是一个军中的即个高级的军官啦甲一个未成年的少女15岁左右的未成年少女吞大的剧情当然因为即个少女未成年嘛互即个因老爸的长官吞大了后伊趁即个拄好要出外去读册的机会，转去住伫学寮住伫学校的宿舍尾仔呢就算无住宿舍嘛是伫外口睡厝含厝里变成讲变成敢若虽然无完全断绝的联络啦但是差不多含厝内较无啥物相交叉当然这毋是伊咧怪伊的爸母，伊是知影讲伊的爸母其实是可能无能力嘛无才调去对抗即个伊的长官的即个权势的压迫第二是因为因兜欠即个
长官即个查甫人钱伊也阵甲即个代志逼空，恐惊因老爸欠的钱，马上都爱还人会互厝内的即个家境变成一个真大的挑战所以伊就甲吞忍落来，但是吞忍落来即个查甫人对伊的心理上的伤害当然真大嘛所以伊伫即个外口伫求学读册的时阵，伊怎变成一个伊外表变成是一个查甫囡仔的穿插伊的穿插就拢是不管是拢穿长裤啦穿迄乌色的啊、朴色的啊、蓝色的即种穿插，来暗藏伊一个查某囡仔的身体伊其实是一个真生做真清秀真面膜真水的一个姑娘毋过因为受到人的伤害了后就变成用伊的外表的包装来暗藏伊心内的受伤的即个过程大概是安尼当然尾伊出社会了后伊有机会做一方面的表现毋过呢长期尾伊的头家嘛是因为伊的外表生做真水所以对伊有即个无介好的心思啦对伊有当时会骹手来有当时会借即个应酬的机会要甲伊即个骗嫂要甲伊即个米高想有淡薄迄种现象尾长期尾挡袂牢了后伊嘛是离开公司拄好迄时阵台湾的师资真欠缺就真欠老师所以伊就去进修去考师资班变成即个正式的老师因为实在是太优秀啦所以做老师做无偌久伊就搁考主任甚至伫短短时间内无几年主任表现也真优秀嘛考着校长所以我即篇小说是为伊已经考调校长算校用的校长，但是还未有机会分发出去变成正式的校长开始讲起然后呢开始会翻头转去探讨伊少年时代的故事这篇家传现是收伫迄个我的第二本的小说万年柑仔店内面收伫我的万年柑仔店内底安尼好安尼我即摆就开始来念这篇咱大家你不管你读过毋捌读过你就听阿春来甲这篇小说念互大家听安尼你来去透过文字透过阿春来的声音去体会这篇小说伊内面想要描述的一寡即个物件啦当然第二段我会去做分析的部分啦第二段我会做分析的部分好我即摆尽量已经甲画面开甲真棒开甲真棒我稳稳念稳稳念家传现第一段啦主任歹势阮囝还阁伫安亲班咧等我今仔日遮个资料做袂了的部分敢会当等后礼拜才阁做辅导组长廖文玉哪讲哪咧收伊的牌心内掠准因主任应该袂讲啥物才对而且哪有人拜五下班做到用要7点阁无爱互人下班的主管迄是讲因着10多年的同事互相拢知影对方的事若无哪有人要对即个事项拢要拼头名的主任呢所以第一段就描述讲即个主任是一个毋是强势啦但是各方面拢有咧做表现事项拢想要得头名的主任所以安尼嘛伫第一段就描述讲即个人的个性就是讲伊真优秀伊对家己的要求真悬当然伊对伊的部下嘛一定有伊相对的要求嘛所以伊的组长毋该爱对伊做个暗杀杀对无为什么会讲拜五7点拜五7点其实足侪人拢下班因为拜五是算假日的前一天有的人甚至有当中昼就会先请假对无但是毋是啦因两个无同紧无休困无同紧，搁做到暗时7点外对无这时阵伊就因讲哇对都已经7点外我煞无注意到搁互你对我做到遐尔晚你紧去接恁囝剩的我来处理就好你看这个主管就讲伊虽然对伊的部下嘛是有要求啦但是
伊袂讲吼，有诶人讲，我都搁伫遐做咧，你搁已经先等于对无吼？伊袂，伊讲出来我来处理落啊，吼，辅导主任罗大生吼，这主角吼，你看伊诶名吼，听来做新查甫诶，但是呢，伊其实是一个查某诶，吼，那单头看辅导室壁顶诶时钟，那咧拍电脑，顺续吹廖文玉，甲物件收咧，赶紧去载因囝，吼，好，安尼我先下班。若准有需要，我拜六礼拜会当来加班哦。廖文玉想到过2礼拜就要变工，家己负责的资料阁有真济，也未做煞。所以你看我这个廖文玉就是伊的部下，其实嘛真有责任感。伊会主动要求讲若做袂了的部分，伊拜六礼拜阁来加班。为什么？因为这是伊家己工会工会上应该负责的，对无吼？家己负责的，也有真济也未做煞，感觉淡薄仔歹势。而且，若来这重点来啊！若来学校加班，嘛会当有理由免登去看大家官所以伊就是要逃避讲因翁仔某登去看大家官的时阵，因大家官甲问讲当时要搁生第二胎，即种永远无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伊无要生啦，但是伊可能无勇气甲因大家官讲，对无吼？你看，马上我安排头几段，就是即2个。是一个真大的对比，一个是伫浸伫工会内底完全无要结婚的一个即个校用的校长，一个呢虽然是结婚毋过伊结婚伊生囝，但是伊有伊家己另外一个烦恼，就是因大家官希望伊去生第二胎，所以你看人生其实就拢无法度圆满嘛，对无吼？一个还未结婚的这个校长校用的校长，大家拢要催伊结婚，但是呢另外一个结婚嘛生囝，但是伊的大家官佫会问讲伊想要生第二胎，所以其实这就是要甲你讲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个人的这个困扰对无吼？好来，无要紧，礼拜我才家己来就好啊。罗大生哪做工会，哪一手叫组长紧转去。伊想讲家己无结婚，阁一个人大，结果是礼拜中昼转去旧厝陪老母食饭，若无真正有真济时间通加班。无怪因学校即几冬的冰感，便伊轮到倒一厝，迄个厝室的成绩就加真好。甲廖文玉还未做完的工会收煞好势，阁甲家己手头的简报 PPT 小可修一下。罗大生徛伫2楼的辅导室。甲校园的中庭看一下，暗时8点钟规个学校敢若剩辅导室甲守卫室的电火还光偏偏。罗大生提醒家己爱紧下班陈先生，这盒点心互你做宵夜刚好。罗大生还未行到守卫室，就超工大声发。这是有作用的这句话是有作用的伊还未行到守卫室，伊就超工大声话，伊就是要互警卫知影讲伊已经到行较到那咧提醒学校的保全，赶紧甲制服穿好，毋通阁像进前伊赶咧要甲门閂开，煞看到陈的伫守卫室内底脱目贴，实在真碍约这个时阵各位你应去思考这个主角。这个主角伊是一个15岁的时阵捌受过人查甫人伤害对讲对男女之间伊有一个真悬的提防性的人所以伊才会超工做这个动作，就是讲避免讲人讲男女授不亲嘛，对无避免讲近距离含这个保全的有这种看到不该看的画面还是讲不该有的一寡肢体上的接触。伊是超工咧，伊是超工远，就要话声，互守卫知影讲伊行到位呢。哇，感谢主任，为着要等你下班，我毋敢出去买，这拄好，互我做暗顿。但呢，若甲点心接过手，若咧提醒这个常在加班的辅导主任，应该对伊佫较好咧。为什么？因为即摆有诶学校的保全。毋是24小时的，所以你也拄讲你
这个办公处是加班加伤晚，有当时会去牵着因下班的时间，所以这个难免有当会歹势对无吼？所以你看，定定互你等阮下班，实在真歹势。我礼拜要来加班，迄天应该嘛是你当日食个烤肉便当，互你做中昼，好无？你看，马上先甲话头讲好势，讲我礼拜要过来加班，所以我要烤肉便当，互你做中昼，好无？当然你讲，你无一定爱请伊啊，但是这就是人的做人一个基本的礼数嘛，对无吼？对啦，你当然免请伊，但是你就想讲叫定定讲麻烦所以你嘛是感觉要一个便当互伊做便当，对无吼？这间保全是罗台生进行做总务主任的是招标的签约的，算招标的厂商就对啊，毋是学校的正式的员工，伊变成讲算这个学校签约的保全啦吼。虽然名义在保全的下班时间是暗时9点，伊根本都无耽误着，共款笑笑甲应付。自细汉住伫眷村，罗台生因厝内不时有足侪伫公家机关做警卫的职伯伫出入。伊真知影大佛好服侍，小鬼高甜道理伊说伊知影讲到这徛门口的人电到你爱好好甲记接啦驶出校门，罗台生实骹实手就驶位伊逐礼拜会去几若摆的游泳池。伫路里，伊甲下晡买的胖做暗顿，哪驶车哪个，无一捆就步甲空空。莫怪伊定定互人亏讲，都生做遐尼优秀的查某囡仔款。哪会食物件会行煞袂输家受的咧？意思讲吃相当然因为伊重视工课嘛，所以伊无真重视讲伊食的物件啦。大概是这意思听到即句话，伊拢自我消遣讲，谁叫阮老爸要甲我号这个查甫名？从细汉就互我甲厝边的查甫囡仔假君假党，免讲嘛查甫型当然，即句话其实是一种。外表的防卫作用啦，为什么知影？事实上，伊是真优秀的查某囡仔，生做真优秀。当然，伊看起来查甫囡仔，当然含细汉的时阵含查甫囡仔看做伙算有关系。但是呢，伊即马是你讲伊的为什么伊永远是查甫型？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受过伤害，所以伊尾仔拢穿长裤、穿乌色的、穿孔色的、穿肤色的衫。为什么？查甫型，伊要替伊的查甫型找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对无？合理化的理由，对无好来，伫游泳池的停车场，甲车挡好势，随望光线暗淡，罗台生若像咧行走骹共款，即搭爱闪，迄搭爱密，伊拢一清二楚。伫更衣室，甲连身的游泳衫换好势，即个40通岁仔的查某主任。无的确是毋捌生囝的关系，就算面膜有几顺浅浅的妖魂，身材煞保持甲袂输20外岁的姑娘，甲伊小闪身的游泳客，加减拢会滑头甲眼一下，安尼表示讲表示呢，咱即摆拢有讲啥物回头率，回头率高不高？安尼表示讲这人生做真水嘛，虽然40通岁但是呢，含伊小闪身的人拢会想要滑头甲看者，安尼表示伊的回头率真悬啊，对无滑头的机会真悬嘛，安尼。校长今仔伊较晚咧无影响，共款是游泳池的会员，大家惯势叫伊担当的做印刷的头家，看到罗台生行入来航商，就真好咧甲小姐问，你看伊叫伊校长伊明明即摆是主任，伊都还袂做校长，但是伊遐的会员拢叫伊校长。为什么？伊就甲应讲担当诶，人我还袂做校长，毋通安尼叫，互无了解诶人听到，叫是我爱封神，真歹势呢。你看，伊知影讲人安尼甲叫，但是伊嘛无甲当作理所当然啦。虽然伊还袂做校长嘛，自从旧年年初考到校长，受训了后，伊真知影即种对话无法度避免，嘛是爱表明家己诶态度，就是讲我无爱封神啦。我无爱去共顶讲我是做校长啦，我都还袂做咧。是恁无气嫌你甲我叫，有人拢讲校长爱叫我调，才会较紧做，对无莫客气啦，考调就是你的才调这个担当会甲因当然嘛爱叫我调，毋只会紧上任，
到时若有印刷的工课，毋通袂记你甲老兄弟照顾一下哈。哦，这就是变成讲较科学的一个讲法啦，吼，啥物叫较科学的一个讲法？因为因毋是同事啦，啊，因嘛毋是教育，吼，即个教育界的即个朋友嘛，吼，因纯粹就是伫游泳池，吼，的会员嘛，所以其实因是无利害关系的，哦，因是无利害关系的，哦，啊，当然你讲，啊，你伫即个时间讲即会互想足济的，哦，你就知影咱台湾的社会就是安尼啊，较科学的讲法吼，有当时啊，即并无啥物法律上的即个问题啦，吼，伊只是讲，免客气啦，你也有啥物吼啊，印刷的工课吼，啊，毋通袂记你甲老兄弟照顾者，吼，当然一切嘛是爱照即个，哦，即个采购的即个天数嘛，哦，你免大主大意嘛，吼，但是即无人会去甲当作真的啦，对无吼？因为啥物？因为担当的讲话哪真哪假，吼，老大声哪听哪微微啊笑，无去回应，意思讲吼，这就是朋友之间的俏谈啦，吼，无需要去特别回应啊，对无吼？主任有加抓伫你的骹边呢，哦，法院书记官退休的李先生，雄雄大声发，即间查甫查某共用的航箱，众人的眼光同齐向于老大生迄双瘦抽搁幼秀的骹腿，有个人伫看骹纸，有个人伫上骹腿，大家哪像咧讨论什物重要的代志？独独坐伫茶坊顶悬咧享受烧热的姑娘。这个姑娘当然就是你讲老大生啦，吼，因为老说伊都40外岁，才会叫姑娘，因为伊面膜啊真清秀嘛，啊看起来佫无遐尼老嘛，吼，啊所以啊，这时阵伊来讲哦，伫茶坊顶悬咧享受烧热的姑娘，连目睭都无替开，袂输加纸根本无存在共款。好，你看，这人啊提醒后，后来第二个来啊，校长有加纸伫你骹边。你袂惊吼，心内咧摇曳的、担当的，哪问哪甲即个老神在在的水姑娘啊飞金甲头，飞金甲头，你注意看这个动作，飞金甲头，吼，加在老大生伫航箱，甲家己当做查甫的，若无担当的乌白蒙，恐惊有米高想的嫌疑，吼，而且米高想我就甲当做所谓的性骚扰啦，对无吼？米高想。甲蒙乌白蒙就毋对嘛吼，加纸有啥物通好惊？阮自细汉住眷村，加纸满世界，连眠床都有加纸咧爬。恁敢知影加纸有种现？我捌闻过呢。互担当的八金甲头，才剃开目睭皮的老大生，完全无咧要伊拄则的风波。啊，为什物？伊讲啊嘛，伊从细汉就定来看到加纸，对无吼？啊，当然伊讲到一个重点。加纸要现，吼，这就是有含我即个主题有关系啊，加纸现对无吼？听到就起鸡母皮，加纸现到底是啥物味？航箱内另外一个食客，国中退休的林老师真好闲，问甲一支白。加纸现是啥？互林老师问者，老大生的记忆雄雄互扭转去20外当前。哦，你看。哦，我小出来的想法是啥？为这个场景啊，我要扭转于20外当前，这啥？这个倒装句嘛，对吧？吼，倒坑法，对吧？吼，眠床顶四界扫的，四界扫的加纸，坐甲用要甲伊困的所在拢占领，迄着咱亲像然后读几若只，互青拖啊割破腹肚的加纸迄种感觉，老大生。哪讲哪爱笑，伊家己都毋捌食过加纸，哪会有即种感觉咧？就讲其实伊毋捌食过加纸啦，他可能食过加纸对无？但是伊较会有种现，当然，这就是含伊的人生当中一个痛苦的记忆啊，有一个真大的关系，所以伊就敢若你想到以前的往事啊，但是呢，咱伫遮无马上跳去以前的往事哦，来第二段。通常礼拜早起若无上班，老大生会困到7、8点才去游泳池，先收2身公笑，才入去航箱，甲汗逼出来。
毋过即个礼拜伊已经答应要替家己的组长去下校加班，不得已转换拜六去收水，中昼爱阁转去旧厝陪老母食饭，时间加真急。我即个急就是真臭啦，加真急。拜五暗时伫烘箱发现加纸的代志，足侪游泳池的人客去甲经理斗，要求爱甲烘箱摒互清气，佮消毒。拄好罗大生拜六早起，早就收2成功笑了。入去烘箱咧闭关的时阵，两个工作人员伫遐摒扫，一捆头几若只加纸为茶帮下底撞出来，几若个查某人客互加纸惊甲咻咻叫。敢若罗大生哪想食着好打药啊，共款咧享受伊的念经，完全无牵碍着哦，即间游泳池的烘箱有加纸，罗大生早就发现啊。伊有一阵仔较清闲的时阵，抢在伫下晡5点外下班就直接过来烘一捆仔，接落去收水。迄个时间虽然烘箱的电源切掉啊，还阁有拉轮仔烧的温度，嘛是米伫茶帮的下底的加纸，鸟拢撞出来透气的时阵，即款情形，大家真侪食客拢知影。结局是若无伫烘箱开放的时间走出来吓惊人客，大家就假也毋知啊。当然你会讲这卫生敢若无介理想，好来，连续拼3摆歌，感觉规个人拢轻松了后，伊骹手猛力，甲身躯洗洗咧，才离开游泳池。赛车我去无偌远的市啊，买因老母上爱食的外省卤面，甲卤牛肉、煎饺，要转去做伙食。这是从因老爸过身了后，伊逐礼拜的例行任务。讲是任务，因为伊是因兜唯一的囝。因老爸少年的时孤身一人对国民党的军队退来台湾，是标准的老乌仔，从头到尾，互老蒋的洗脑洗甲真彻底，敢若想要反攻大陆，一直到40-50岁才人生事实，伫台湾娶某生囝，才甲号这个名。本地因老爸还咧期待佫生一个查某囡仔，哪知因老母生伊的时大饼会，故不离中甲主公挂掉。就安尼，伊就成做因老家伫台湾唯一的血脉啊，就是唯一的子孙啊啦，罗大生转去看老母，惯死甲车挡伫社区的巷仔口，才豆豆仔行转去。目睭前即栋10楼起的国民住宅，其实就是20-30年前因大的旧冠村顶起的。迄阵国民住宅为着要省钱，地下室敢若乌一层。汽车停车位嘛无人要买，后来愈来愈侪人买轿车，真侪住户不时为着争停车位咧冤家娘济。罗大生因老母大的迄栋楼骹就有车位，嘛是互社区内住户霸占去，久来就变成私人的车位，管理委员会嘛无伊的法。妈，我转来啊！罗大生楼梯爬要到位，就伫门口欠因老母。想起因老爸当初伫军中的阶级无悬，对旧冠村改建国民住宅，还阁爱阁贴袂少钱，所以选介绍较俗的4楼。想袂到，这个当初不得已的选择，经过20-30冬，电梯常在咧故障，不时爱爬上爬落，即马煞成做真侪厝边嫌善的原因。你是阁去买啥？赶甲大包细包，因老母看到唯一的查某囝转来，嘛着爱细细念，才袂辜负4大人这个身份。意思讲所有的爸母拢是安尼啦，足爱细细念的啦。明明就足欢喜的，转来嘛爱甲念者哪有啥物？就你爱食的外省卤面尔。罗大生哪甲底面的塑胶袋啊偷开，哪咧甲老母甲老母讲话？伫即个冠村改建的社区内底。亲像因母仔囝虽然用台语咧讲话，应该5支指头啊算袂了。为虾米？因为因老母本身就是台湾人。当然真侪台湾人嫁互外省的，拢会对外省的讲华语。但是呢，因当年就是因为因老母本地就是台湾人，就是厝内散车，才会20外岁啊，就嫁互因老爸这个40-50岁的老仔。
拢嘛是为着迄包卖书咧卖查某囝的聘金，吼安尼。所以中昼食饱，因老母，所以我交代就是讲，因老母为什么要讲台语？啊，为什么伊真细汉对因老母讲台语？吼，大概这个原因吼。中昼食饱，因老母甲交代，有甲房间小可整理过，会当伫内底眯一下，较晚才转去。自从因年岁下过40了后，注意看即句话真重要吼。自从因年岁下过40了后，因老母就喊伊，佮为着伊的婚姻大事咧，甲伊乌用啊。无定伊嘛知影，查某人不管条件偌好，上涉以后，伫婚姻市场就无啥物空间啊。所以伊嘛无爱催因查囝啦，吼，免嫁啊，吼。因老爸过身去10几冬，罗大生一方面工课无用，一方面嘛惊因老母，歹势吼。不时咧问伊有交往的对象无，便休困日转去陪伊食饭，拢嘛像咧运导游，运咧随走。毋过，前年准年通过40，煞咧旧年佫考到校长，因老母就毋捌佫问起伊的感情状况啊。伫台湾这个社会，查某囡仔爬愈悬，不管条件偌好，真侪查甫人都毋敢活过去。若佫考虑到传宗接代，摇旗敬义，查某人上涉更加是大考验。无怪因老母哪亲像下狗的食圆啊，心内有数，毋捌佫甲伊讲遮啊。所以为什么因老母无爱佫问讲伊有要交男朋友无？有要结婚无？拢无爱问啊，因为加问的啊，对无吼？嘛知影伊可能测死嘛啦吼。再来第3段，虽然老母专工甲房间摒扫过，老大生倒伫眠床顶煞练来练去，困袂落眠。将其尾要是爬起来，现伊少年时代的旧相簿。旧相簿哪现，足侪往事随个拢冰冰出来。老大生藏伫心肝内上深的迄个秘密，嘛渐渐现出原形。来伫遮阿俊透过伊看相片这个过程为什么伊会看相片？因为伊困袂去。为什么伊伫伊的厝内竟然困袂去？照理讲，这是咱人伫家己愈熟悉的环境是愈困会去，但是伊竟然伫家己的厝内，伫家己的房间，伊困袂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所在，虽然有改建啊，但是含伊当年互欺负是同一个所在啊。所以伊迄个心内迄个对这个所在一个无安全感，也是讲会互伊心肝头袂爽快的这个因素。会一直浮现出来，安尼，来，下骹这段我安尼写咱人拢有一种习惯，若有一寡相片是无想要互别人看到，也是家己无想要看的，硬硬会甲相片摄伫别个相片内底，摄就是插进去啦老大生就是安尼，伊为相簿内底下骹层抽一张相片出来，金相，相规部久。迄是伊15岁，高中毕业迄年的代志啊。为着要倾钱来贴新起的国民主题的茶叶，因爸母学贯村内的厝边，嘛对人咧招花仔做回头，想讲出一寡工就会使摕到免利息的资金。谁知影，人讲串惊串着，因爸母招的花仔都无半年咧，小连线几个花仔的花仔钱拢是共一个人。用人头标去做股票，看股票了钱，就甲放互倒。其他的会卡就找因爸母这个衰尾回头找笑。就安尼，厝内的经济陷入难关。当初想要去读台中商专，就是想要较早出社会来斗趁钱，一声煞连注册费嘛纳袂起啊。尾是老大生因老爸伫军中的顶司。嘛是冠村的厝边，福建中上校摕钱出来借因渡过难关。老大生永远会记哩，27冬前，迄天的下晡，因老爸招福上校来厝内食暗顿。因老母为着要感谢这个温情人，传一道足青草的菜，足澎湃的菜色，要款待人客。福上校因某甲2个后生
嘛拢有来有来互因请。毋过嫌因厝内下钱钱，阁不时有家蛇咧扫，勉强甲饭菜白白咧，就讲要等于家己诶厝内找恁去看电视啊。罗大生从细汉就看到，就感觉冠春是军中阶级诶另外一面。像因老爸即种老仔，伫军中看到长官爱行礼，甚至休困等于冠春，看到高阶诶军人嘛爱双骹徛坐坐，永远无法度脱离即种阶级诶压迫。尤其是因爸母去甲福建中借钱了后，伊感觉眼前即个减因老爸10几岁诶霍叔叔，煞袂输金甲头有几万粒星共款，就讲感觉愈迄个距离感愈来愈深啦，安尼啊。迄暝因老爸甲藏足济桶诶金门高粱酒灌出来请人客，顺续甲家己诶酒桶饲互饱，因爸本身爱啉啦。凡说嘛是要感谢眼前的温情人，无计较阶级的关系，愿意甲伊交陪，佮借钱互伊渡难关，嘛可能是烧酒有啉落后，心肝都要乌出来互人看。落尾，佮甲厝内迄台罕尼咧用的翕相机摕出来，叫因某囝，叫因查某囝，就爱亲身出来客厅，甲即个大温情人做伙翕相。后摆出社会，就爱会记咧报答即个霍叔叔。经过遐一冬啊，罗大生犹原甲老爸讲的话记条条，因为便若想到后来发生的代志，是安怎伊会不时感觉到拿后空的加蛇痕，即拢就爱为福建中即个心情必在军装，军装内面却是凝聚朋友查某囝的精神讲起。后来第4段，1994年新历8月23迄暗，罗大生因爸母用感恩的心，传一道青草加高粱酒，答谢福建中借钱互因渡过难关的温情。毋过高粱酒会使你甲酒桶偷死，煞甲人人类上价值的欲望生出来。都用做对比啊，高粱酒可以把酒虫给毒死。但是高粱酒也可以把人类最底层的欲望给引诱出来。我用这句话你来表达讲酒啉落了后，开始有一寡无正常的行为啊。来暗顿食到10点外，福建中因囝受老母的指示，敲电话要催老爸较早回去。现在福建中这个第2代外甥啊，酒啉落腹肚了后，规个人变大型，大型就是变成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啦，安尼，喙内喙里一直用台语咧闹讲，查甫人伫朋友厝内啉酒食饭，查某人管遐济，若佫假笑，我回去就互伊知影咸正，当然这是啊呛声嘛，伫因某的面头前可能无一定敢呛声，但是因某无伫，伊就敢呛声，因爸母听到人客都安尼讲啊，心内是又佫感激又佫光荣，感激对方。伫因困难的时伸手斗相共，佫无气嫌因阶级低，愿意来因兜即个暗散的客厅食饭啉酒。伫主人客拢双方拢拍什么啉无忙的心理影响，两个人拢啉到醉茫茫，甚至福建中佫较早趴伫桌顶咧困。煞咧，这是罗大生因老爸对咧天意困甲毋知人，所以表示人客甲主人家拢啉到醉茫茫啊。暗时12点外，看到家己的翁婿甲人客伫客厅东倒西歪，佫看到福建中困啊咕咕叫，实在歹势甲叫精神。规气敲电话甲福建中因某会室咧，就互伊伫老家的客厅困一暝，等过2工酒醒，你才回去较安全。罗大生因老母甲饭倒，简单收拾者，佫摕2领凉被出来，互人客甲翁婿夹。我头看壁顶的时钟嘛，得要1点啊。佫去查某囝的房间门闪看卖，看一切顺时，因老母才放心活入去家己的房间困。只剩客厅2个醉茫茫的查甫人，甲因15岁的查某囝困伫客厅边仔的细间房。半暝3点外，
凡说是暗头仔汽水灌伤侪杯，罗大生目睭沙微沙微，爬起来要放尿。伊毋知厝内还佫有别个查甫人，共款款式穿伊迄领浅米色的内衫裙。啥物叫内衫裙呢？就是讲伫20-30年前迄个查某囡仔因为伫厝内就讲伊无穿外衫啦，但是伊伫内衫裤以外伊会踏一领连身的迄个浅色的内衫裙，就是讲无像穿内衫裤遐尼无舒适上无佫敢亲像有迄个外衫的作用，但是因为即个查某囡仔毕竟伫发育啊嘛大概有即个我即个描写是超工安尼写的啦所以伊就行位变数去，尿放煞，罗大生感觉有淡薄仔喙焦，刷手甲客厅的电火饲落倒，想要添一后凉滚水来啉，才发觉客厅除了因老爸咕咕叫的声以外，还有一个青粉的背影，应该就是昨暝来厝里啉酒的霍叔叔啊。伊还未困饱眠，就起来放尿啉水，囥后仔无细意，煞甲早早就酒醉困去的福建中吵精神。伊哪落目睭，哪看眼前这个15岁的小姑娘，还未完全消退的酒意，甲动物的本能，互伊雄雄感觉迄领浅米色的内衫裙内底有一个青春的肉体在甲伊握手。种这个变成我用一个较简单化的描写啦，种我无去描写足幼路的细节，就是啥，就是讲这个查甫人精神了后，看到这个15岁的小姑娘仔呢，因为伊酒还未完全退，所以呢伊迄个动物的本能啊，看到这个罗大生穿这个浅米色的内衫裙了后呢，所变成感觉有一种感觉有一个青春的肉体在甲伊握手，这就代表伊开始要起歹心，要做歹代志啊，安尼。福建中超工甲声音放低，轻声细说，好咧拜托这个15岁的小姑娘啊，添茶互伊啉。佮听到因老爸老卢共款讲甲毋知人，想要做歹的胆量愈长愈悬愈长愈大。伊看查某囡仔伫要入去房间啊，想讲机会难得，假无意要放尿，伫脚后对安安，行到房间门的门骹口，雄雄出手，甲查某囡仔的喙按咧，互伊叫袂出声，佮甲伊杀落去面床顶，刷手甲门锁咧，开始伸手去揪伊内衫裙内底的内裤。这所有的一切拢是遐尔突然，代志发生的速度紧甲互这个15岁的查某囡仔袂赴反应。伊想要大声发，却发袂出声。就算有小可声碎，随着听到福建中伫伊耳腔边咧甲伊恐吓。若准你敢讲互别人知，若借互恁爸母的钱要收转来，死到逐工有人来恁厝内讨笑。而且即种代志若互人知，你后摆会嫁无翁，无人会介意你，甲恐吓。安尼，就安尼，15岁的查某囡仔，伊在色女的标志，互一个陆军的上校夺走。迄个40外岁的查甫人，缀伫伊身躯顶的时，伊感觉面床边有几若只家蛇，几若只家蛇咧扫，嘛会当理解爸母是安怎甘愿甲人借钱，嘛要换一个较好的居住环境的苦心。毋过福建中身躯顶还未摕的酒味，未输是一大阵家蛇沉沉的办势，便若挖进伊的鼻，伊就向龙破心用要吐。莫怪进前捌听因老爸讲，有一寡品质无好的高粱酒有加蛇馅。即暗伊总算了解啊，所以伊咧互即个欺负的时阵，伊煞敢闻到加蛇馅共款，即段变成伊未来对伊一世人的一个痛苦的记忆。安尼，第5段，伫咧福建中甲欺负了后，罗大生几若摆想要甲爸母讲。毋过，若想到福建中伫耳孔边的警告，伊就无勇气讲出嘴。拄好迄时，爸母已经答应互伊去读台中商专，伊就顺这个势，申请去带学寮。
离开迄个房间内专加抓的旧冠村，嘛离开迄个用阶级甲金钱压迫伊的精神，更加爱离开迄个不时闻着加抓现的房间。读台中商专的前几冬，伊原本咧住的旧冠村拆掉，开始动工起电梯大楼。因爸母暂时伫市内租一间2房的公寓，等待新大楼起好，才搬转去。迄个期间，罗大生除了商专的课业，佮兼家教、趁所费，歇寒歇热，佮去红地亭捧碗盘、洗杯啊，甲生活钱甲食统统，就是无爱有任何浪碰的时间，会想起发生伫伊身上的不幸，嘛毋愿迄种从伊细汉骗到大汉的家族现。真做是对伊规世人的气味。迄几冬，伊毋捌转去爸母暂时睡的公寓，连旧厝要拆掉进前，伊嘛无转去倒收倒款。顾在因爸母咧无闲试试，哪亲像自伊去读台中商专迄天，伊就甲厝内断绝关系共款。台中商专的查某囡仔查某学生，坐过查甫的。定定有北京五专也是大学的查甫学生咧招办联谊，特别是罗大生所读的国际贸易科，因为录取分数悬，后摆毕业好找头路。上重要的是水姑娘仔侪，大家拢嘛要烧钱要甲因联谊。毋过从入学头一天开始，除了规定的大学服爱穿裙以外，伊规年冬天拢穿长裤出门，搁较毋捌穿甲一领会看口里的水衫。所有的清擦，毋是朴的，就是空色。同学拢笑伊根本就是查甫的灵魂，出世投胎伫查某囡仔的身躯顶。若认真看伊幼秀的面容，搁较互真侪查某囡仔接触。甲一个遐尼水的面模啊，生伫即个某伊身上，实在有够讨济。意思讲你著那查甫迄个啊，但是佫生得遐尼水，就用伊的清擦啦，伊的动作啦。但是伊的面膜佫遐尼水，变成讲人感觉无彩人面，对无安尼，随往罗大生家底头鬃，穿长裤来暗藏家己受伤的灵魂，规尾嘛无法度改变伊一个水姑娘仔的外表。住伫学校宿舍的时阵，伊常在洗身躯洗几点钟，其实是要甲身上的家族现洗清气。煞互共寝室的同学口说讲。都穿甲那查甫的啊，佫遐爱水，洗身躯洗要几点钟，是要撸皮撸互溜皮哟，若准是一个普通的查某囡仔，听到这个，无定会互伊心肝结归怨。毋过自伊受福建中的伤害了后，共阮的查某囡仔会任何正口倒射的言语，拢袂对伊产生伤害啊。意思讲伊受过查甫人的欺负了后以后即种正口倒射的言语对伊是无伤害的啦。安尼，罗大生用查甫款的外表包装家己受伤的灵魂，认真学习，为未来出社会找头路扛地基，兼家教做线工佫来趁钱，互家己脱离因爸母迄种散食的循环。因为伫学校就有因头路的经验，伊比真侪同学较捌认真世事。嘛真后看人的目色，所以商专拄出业，就顺利伫台中市一间贸易公司找到头路，负责甲工业区做自动机械的公司直接做业务。伫迄几年，伊是做工课，暗时搁去大学的夜间部插班，完成大学的学历，会使讲是顺风驶船，顺顺。虽然做贸易的业务，公司无要求一定的清查，毋过便拄着请客。应酬的场合，头家就要求伊穿洋装，也是套装。拄开始，罗大生嘛感觉这是正常的要求。落尾，伊发现头家敢若家伊当做公司专用的酒家女，毋但要求伊爱向客户敬酒，不时佫会伸手伫伊的肩胛头、腰，甚至是大腿乱搔。种种的动作，互伊藏伫心内上深的伤痕，若亲像佫互刀勒破皮，血插滴。有一天下晡，头家佫叫伊入去总经理室，讲是要交代迄天暗时招待日本人客的代志。
因为进前就发觉头家的骹手淡薄仔无规矩。迄天要入去进前，罗大生调意股去便所洗手，顺续检查家己的清察，袂当互头家有乌白来的空间。所以你看，伊真知影，伊嘛惊头家会乌白来，所以伊有咧防啦因为毕竟是出社会啊嘛谁知影，伊拄则踏入总经理室，头家虽然无骹来手来，却一直甲伊学了讲伊能力真好，做代志认真去拍拼。伊即个总经理若有即款水阁有能力的助手公司的业绩百面是前途光明。若准伊会当接受拍算要请伊做总经理的特别助理，专门处理重要的客户，甲总经理的私人业务听到私人业务尔原本无想要甲要甲头家掠破皮掠破面，伊还咧想要找理由，莫出席招待日本人客的食饭会，只要莫受限，看伫业绩袂歹的角度，伊甘愿伫即间公司罔久。无意外，头家竟然出喙要叫伊做特别助理，根本就甲伊当作是专用的酒家里。即种甲别人吞大甲无尊严的做法，互一向冷静的老大生性地规个压起来，大声甲头家嚷：你即种查甫人实在是妖怪假设义，想要娶死伊，阁无胆讲啥物特别助理？事实上就是介绍上俗的酒家里，你甲我当作啥？话讲煞，伊甲门上咧，就撞出去，都已经甲头家骂甲遐歹听，惹甲规个公司同人知影，头路嘛无可能阁食落去啊。后来伊阁去找头路，几若间同行探听到伊就是甲头家呛声的赤查某，无人敢甲落厝，拢惊会甲迄个头家共款，不输几个见笑台惹甲同人知。就安尼，罗大生失业啊！这是伊失业的原因啦罗大生真15岁就离开厝，一个人住伫学寮，毋但读册，阁兼家教，做线工仔趁所费，早就养成坚强独立的个性。就算因旧厝登起的国民主体完工了后，伊嘛找理由无爱搬转去住。伊知影福建中共款是因厝边，只是伫另外一栋坪数较大的大楼尔。尤其是伊建转去迄间厝，民营环境加真清幽，嘛罕伊看到家蛇咧扫的形影，却不时感觉脑后空溢出一阵一阵的家蛇痕。伊知影这应该是心理作用，却毋知影要安怎才好。敢若会当做一只逃避现实的刀鸟，无爱住伫厝里。失业了后，为着要减少开销，罗大生搬转去厝里住，顺续准备国小教育的学程的考试。伫商专读册做家教的经验，伊感觉家己应该是真适合教册。伊讲解的方式，学生真紧就会理解。学生囡仔无论是查甫查某，拢足爱甲伊讲话。搁再讲，伫贸易公司冲突绝对毋是唯一。因若要伫民间的企业大落去，即种啉酒应酬的文化无改变，伊永远都无法度走闪。所以伊决定要去做老师，只要甲学生教好，毋免看头家的面色，领的是政府的薪水，搁较免烦恼公司倒去。住伫厝内期间，因老爸因为旧年的家扫扫会离，落尾去营总验出是肺癌第4期。虽然知影病情无乐观，伊犹原甲前几年欠的钱拢总倾出来，要互老爸治疗。毋过无的确是老爸感觉对伊有亏欠，还是天公伯不忍心甲伊趁的钱拢等入去无声无息的水底。伫咧住院第7天，因老爸就渐渐离开世间，无受癌症的病痛甲折磨。因老母讲，这是真好死，伊后摆嘛希望会当安尼死。因老爸过身的前2天，罗大生去病院甲伊照顾，却向王甲伊讲，这10多年来你所受的委屈我拢知，毋过我却无勇气去找咱的温情人对质。即摆我已经无路用啊，袂当替你出头，实在对不住啦。因老爸要过往进前有甲因查囝回息的讲伊知影，但是伊无勇气去甲这个长官进门
当然是安尼，所以才有一个描述当时是讲原来啦当时是代志发生迄暝，福建中对老大生的房间行出来，拄好撞到爬起来要放尿的老女，看到福建中的表情，确望嘛约会到伊对因查某囝做过啥物代。毋过伫军队做几来10年的士官长，互无正常的体制底甲毋知啥物是是非，嘛袂晓伫代志发生的时保护安慰家己的查某囝，上无嘛甲即个伪君主的小鬼仔壳踢破，嘛会当减少受害者。老大生因老爸的话讲也袂煞，就无气力阁讲落去啊。轻实讲，就是实在讲，当初一个15岁的囡仔。若无时代的支持，斗相共来保存证据，经过遮尔侪冬，哪有法度做啥？毋过，伫老爸离开人世进前，听到遮个，就是对伊上大的安慰。第7段，礼拜四的早起7点外，伫国小校园运动的民众还未完全离开，老大生的车就已经伫校门口咧等保全替伊开门。过往的民众真侪拢有熟悉，伊嘛正好咧，甲电动桶移落来，甲大家小问。老大生当初考国小的老师学程甲真是，拢一摆就考过，连因老母嘛不时甲厝边头尾顶讲，家己的查某囝偌厉害，拄偌厉害。那因老爸还伫咧，毋知有偌好。老大生考到老师甲做主任，拢伫同一间学校。伊当年就是甲即摆的组长廖文玉同齐考入来。迄当时因2人拢是20外岁啊，想袂到目一个年，时间少一个就是15年。廖文玉都已经嫁翁生2个外骨的后生啊。老大生有缘家己一个人。论真讲，因2人外表内在个性拢袂歹。当初拄入来即间学校，毋若真侪还未结婚的查甫老师咧问。甚至嘛有人足侪人咧替因小解条件真好的医生、建筑师，拄到遮侪追求者，也甲媒人讲媒人无。廖文玉是热扑扑，毋过老大生从头到尾是冷叽叽。就安尼10几年过去，大家私底下拢偷偷甲伊号一个国际牌的冰箱，冰冰冰，慢慢就无人要甲小解男朋友啊。嘛，因为这个缘故，15年的时间，互老大生为级任导师、组长、主任，一直到旧年考调校用校长的资格，竟然拢学到伊毋但教册认真，阁是一个足适合做校长的人才，真紧就会当遴选出去。是讲人选不如天选。那照以前的制度，当初考调校长的分数，甲校长学分班的成绩做伙算，老大生是第1名。旧年受训了后，就会当优先分发。毋过，新上任的长官决定要全面开放，无要看当初考试甲受训的成绩，嘛无要看校长班的级别，大家八仙过海，各凭本事。所以，老大生这个成绩第1名的校用校长，旧年经过3摆的遴选，拢讲句，真侪知影伊能力的人，拢替伊抱不平，嘛可能伊爱较活跳咧。嘛爱定定去甲地方人士猛行搭，绝对是有好无歹。其实就是爱行后尾门啦。听到别人好心的建议，伊嘛真知影即摆遴选甲进前的制度拢无共啊。毋过伊嘛常来咧想，若准校长遴选的时，动用人事关系去瞧，后摆遮个温情人出面拜托的时，伊家己会安怎做咧？当老大生伫辅导室。哪加班哪想代志的时，手机雄雄响几若声，接起来是游泳池的朋友等等的咧吹。校长，你下暗7点敢有闲？我甲你小解几个有够力的人士，有一个简单的食饭会，对你的遴选绝对有帮助哦。等等的讲甲充满诚意，阁有自信，互老大生伫失望当中付出希望的心意。伊决定要试看有机会无？迄天下晡，老大生紧甲资料整理理的，才阁回去厝内，甲身躯洗洗咧，换一束正式的套装，去赴等等的安排的聚会。见面的所在是伫一栋主体大楼的2楼，内底有几若间包厢，
外表毋是啥物营业场所，出入的人看起来嘛真单纯，互罗大生感觉真放心。伊原本想讲担当的生理人的身份，少个人若伤复杂，伊暗算若看毋是势，挖头就紧走，较袂惹是非。罗大生拄行入包厢，原本坐咧讲话的证人，拢徛起来甲伊相笑问，所有人拢叫伊校长。的确是担当的大声吩咐过啊。罗大生虽然听到碍摇，嘛敢若因讲也袂，期待有机会啦。甲证人交换名片，伫包厢内底坐好势，详细甲圆桌仔影者。罗大生发觉桌顶无几项菜，颠倒是洋酒有几若罐，酒配较济过正长。伊的警觉心随时仰悬。开始斟酌咧听证人的话语甲表情。少年的时，伊伫贸易公司对头家出去应酬的经验，甲伊训练甲真够观察人。不管查甫查某，足侪人酒若啉落去，躯骹拢拢焦烧出来。就安尼，一大群人哪食哪开讲，酒哪啉，酒话哪提，规暝无人甲罗大生讲到校长遴选的代志，这时阵伊一定感觉奇怪啊！毋是要讲校长遴选的代志，结果无人讲起哦，伊家己想到就感觉真好笑，都食到40外，少年嘛捌伫外口拍喷过，哪会阁相信担当的迄支虎烂喙？虎烂就是臭蛋啦，对无较粗鲁的话啦安尼。想到面前这个查甫人，毋管是加伊的岁，也是比伊较少年，酒若啉落去，拢咧臭蛋讲家己的事业做甲偌大拄偌大，甚至嘛有人骹来手来乌白花。看证人酒啉到这个坎站，有诶开始敲电话招人线摊，有诶咧叫特别助理来陪因。罗大生心内想讲，这摊就准算互担当诶当做免费诶陪酒小姐来使人，我袂瘾去陪恁耍啊！想到这，罗大生想起20多年前诶往事，雄雄感觉脑后未输有加纸咧白，猫甲伊用要吐出来，伊就假无意要去便所，佮顺续甲随身诶皮包拍呢。担当诶看毋是势，伸手就要甲伊砸。罗大生勉强挤出满面诶笑容，伊无歹面伊就挤一个满面诶笑容，甲伊比一个 WC，我头就行向便所诶方向，煞咧就三花做两花行，赶紧离开即个充满家族恨诶所在啊！这篇是我最后发表诶一篇台语小说啦，就讲伫2022年3月发表诶，伫台港诶台语文学诶第41期，大概是安尼。好，我用差不多伫要1点钟诶时间来念这篇啦，当然，我今日念得较慢诶原因，就是希望讲大家对即个规篇小说诶内容啦，剧情啦，铺排有一个较有迄个时间会当消化甲吸收啦，因为我最近因为我迄个7月18嘛有去阮台湾战线讲到即个英文诶形象，因为迄嘛是2点钟诶时间尔，伊讲若贪心，我讲几若篇，但是我发觉安尼对学员来讲会感觉迄个感受无遐尼深，所以我今仔日我7月25即个中数大的课，我就调整讲因为中数大的课当然伊时间较长，但是我针对即个光明顶这篇自头念到尾，尾我含学员做即个研讨的时候，我感觉即个学员对光明顶这篇会了解就加足深入的，所以我想讲今仔日咱虽然才2点钟的时间尔，所以我就想讲规气啦，我每一篇拢讲1点点我规气就甲即个我感觉我较想要介绍的这篇提出来规篇自头念到尾，当然可能对各位来讲较无聊，但是我感觉透过阿俊哪解说哪念安尼落来虽然用较长的时间但是我感觉应该会当互咱若准你毋捌读过我这篇的老师好朋友应该会当有一个粗粗的一个概念，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讲若准已经读过的好朋友，你即马听我搁念第2摆，
我阁有解说讲为什么我要安尼铺排，我为什么我要安尼铺排？比如讲我写一寡文字，对无吼？为什么伊是一个伊面膜是真水啊？为什么伊的穿插要穿蓝色的，要穿空色的，要穿朴色的，对无吼？是和伊的过往的经验有啥物关系？对无吼？安尼念落来了后，我相信可能对咱多数的老师毋是老师啦，多数的好朋友吼，有一个较清楚的概念，这是我的想法啦吼，我的想法，所以这是这个部分，即摆刷来呢，我就要就这个部分呢，我用 PPT，我要用 PPT 来和大家来简单来小解这个咱这个应该拢有看到对无？我有看到，有啦吼。有看到。好，多谢。所以我今仔日吼，我就无爱讲作一篇啊，因为讲作一篇吼，安尼会焦点吼，会失焦吼。所以我今仔日台语小说的人物的形象吼，我就以我这个家传线这篇吼来做一寡描述加这个探讨。大概安尼可能咱的焦点会较清楚。当然无彩的所在就是讲吼，我就看到足侪篇的啦。但是因为时间真正真有限吼，你若讲要伫2点钟内面吼介绍足侪篇的，其实惊伊对一寡较无熟的老师来讲吼，嘛较可惜，较可惜。所以今仔日做法是安尼调整吼。好来，这是 PPT 的部分吼，咱即摆就开始啊吼。好来。这是阿俊来电子批箱加手机啊吼，欢迎大家吼互相来交好友然后互相来这个研讨啦吼，无一定讲我应教你，有当啊是你教我所以免客气吼，这是阿俊这几年的一寡成绩啦吼，嘛来做参考这是杨桃将军这已经到今年应该是6档啊啦，6档啊吼，最近拢无新的这个小说出来所以。这是万年柑仔店这嘛2档啊，所以暗胜明年应该我的散文集会出版，我明年应该会出版散文集，大概是呢，为什么才会出现这个？什么是要下课是阿贤啊？应该无啦吼。好来，应该无啥问题啦吼。迄个翠婷老师先啦，来你请讲来。老师，我想要借问的吼，迄个万年柑仔店迄本册啊，我自你发表以后吼，迄册拢找无呢，迄博客内拢无迄卖呢。安尼好，我即摆拢无交伫迄个外口的册里卖啊吼，你着看我的 PPT， 你用我的手机啊，还是含我的迄个 email 含我联络，好无？好，歹势我私下向你联络。今仔毋是要卖册啦，只是讲吼，你含我指教，好无吼？安尼。好，谢谢。好来，这是。俊啊，你甲做起你的 PowerPoint 啊。好来，安尼有无？有分享出来有？还未。未哦，奇怪，为什么是呢？我知，因为拄则互迄个炸掉去啊。有啊吼，对无？有，即摆有嘿。OK， 好来，人物的形象安怎营造我今仔日简单讲3点啦第一点就是讲啥物话，讲啥物话这真重要。咱来看讲啥物话，即摆这篇我记的这个例是万年柑仔店内面的，万年柑仔店的，讲啥物话呢？一个人伊会讲啥物话通常和伊的迄个形象是一致的。一致的，比如来像这这是伫万年柑仔店内面清河甲因老母的对话，伊甲因老母问我，母啊，飘仔姊是甲你咧讲啥？讲甲遐笑亏。自从几当前老爸过身了后，清河喊你看看会出会显出咧遐尼轻松的笑容，伊不免会想要知影加问两句咧，就恁飘仔姊啦。你讲算笑啦，讲咱店真正是万能的啦。自恁老爸伫个时
互人咧看布袋戏啦，互人写欠啦，专门咧收人做客囝啦，搁咧起花做花头啦，搁咧当脚互人拍麻将啦，伊讲即马看棒欠一支，飞阵恁老爸嘛过往啊，规气改名做万年柑仔店啦，金绣哪讲哪笑，应该毋是认真要改名的款，这就是清河甲因老母的对话，为什么呢？因为因母仔囝伫迄个因老爸过身了后，对即间柑仔店未来要安怎经营有无共款的目标。因母就讲恁老爸就做一世人你就照做就好啊。结果清河伊含因某一直想讲要甲改做咱即马讲的迄个 7-11 变即个便利商店。便利商店就是看起来迄个门市店头看起来较水、较清气上。但是呢，24小时的但是物件加足贵的。因母就讲咱庄脚人都无遐侪钱你讲卖遐贵要创安尼所以两个某仔囝已经足久无讲话所以因两个会讲较济，就是因为什么人来？朴仔浸，朴仔浸是因厝边含因兜拢足熟的所以来讲遐话了后，因母含朴仔浸算足好的，所以无形中因母迄个心情嘛较轻松，所以较轻松的情形之下，伊感觉因母会当来含伊讲话伊会来含因母讲一寡话了解因母到底头咧笑啥大概这就是因为迄清河含因母对即个柑仔店未来经营有淡薄冲突啦嘛尤其是因某拢互因母嫌讲困晚是要哪来顾店安尼所以有冲突啦这时阵拄好有一个厝边来含因母讲话因母咧笑，所以伊就趁因母伫当咧笑，来问我朴仔浸是踮咧讲啥？笑到遐尼讲到遐尼笑亏安尼对吧安尼来去了解因母的心态，所以讲啥物话嘛是咧营造即个人物的形象的一个手路对吧过来来加抓现，咱刚有讲过这段你一定有听过注意毋歹势啦，阮囝还阁伫安亲班咧等我，今仔日遮的资料做袂了的部分，敢会当等后礼拜才阁做你看这就是有囝的对吧？这就是有囝的所以伊会安尼讲嘛，因为所以我后壁的描写就是辅导组长廖文玉哪讲哪咧收伊的牌伊根本都无按算要问看嘛，因主任讲会当袂当，伊已经咧收伊讲即句话的时阵就是我要走啦为什么？当然上面可能考试因为因两个是同一期入来，虽然即摆伊做伊的组长，但是伊知影伊含因主任算有熟所以虽然主任还袂甲伊应讲到底好毋好，但是伊已经甲你收牌所以伊这收牌的动作，就是代表讲我讲这个话毋是要得到你的同意我只是要甲你讲我要走安尼对吧所以伊心内的 slogan 是啥物哪有人拜五下班做到用要7点，佫无爱人下班的主管？无啦迄是讲因都10多年同事互相拢知影对方的事。若无哪有人要对这个事项拢要拼头名的主任咧？有无？这就是讲啥物话？伊讲这个话，就是代表讲伊对伊含主任真熟，伊照知着讲这个话，有无？阮囝伫安亲班咧等我，这是事你公司还袂做完，你用事讲要请假，还是讲要提早走，对吧当然你讲老师咁就这可行，当然无一定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讲，伊绝对是真熟伊才会讲这个话，而且伊还袂得到主任的同意呢，伊还袂得到主任的同意，伊就开始收牌哪讲哪咧收伊的牌伊的动作已经咧做啊嘛，对吧过来，咱来看主任印象，哇对都已经7点外，我煞无注意到，佫互你对我做甲遮尔晚遐尼晚，你紧去接恁囝，剩的我来处理就好你看主任哪担头看壁顶的时钟，伊共款伊虽然是安尼但是伊共款咧拍电脑，所以表示讲伊做代志足专心的对吧当然好朋友嘛所以安尼我先下班
那准有需要，拜六礼拜会当来加班，对吧？吼，这就是叶文局的迄落嘛吼。过来，讲什么话？共阮是用加权线，因为咱今日加权线听过啊，规篇听过啊。你啊，伊甲印啥物？等等诶，我还未做校长，毋通安尼叫，互无了解的人听到，叫是我爱封神，对吧？吼，真歹势呢，对吧？吼，对吧？所以自从去年年初考到校用校长，受训了后，伊真知影即种对话无法度避免，伊真知影无法度避免嘛，但是伊嘛是爱表明家己的态度，对讲，你要一直叫我校长，我无法度拒绝，但是我爱甲你讲，我未做校长，安尼就是表明态度啊嘛，无人会讲，即人爱封神，都还未做校长的，就家己自称校长啊，对无吼？名字吼。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啊！你讲你员工啊，这是迄个社交行为的一个必要的态度莫客气啦，考调就是你的材料，当然嘛爱叫好调，毋则会紧上任。到时若有印刷的工课，毋通袂记你甲老兄弟照顾一下哈，啦，老兄弟。所以伊自称老兄弟，就是讲我比你加几岁啊，对吧？吼，但是呢，自称老兄弟就是咩？挑工要扭近即个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啦，单单的讲话哪真哪假，但是老大生呢，哪听哪微微笑，伊就无个回应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话就是客气话嘛。你讲你会甲引了伤顶真无效，因为无咯，我采讲吼，我要找印刷的厂商，我嘛是爱照招标的规定啊，我哪用直接找你名字啊？你敢有需要遮认真？无需要，为什么？这就是客气话嘛，所以你看，微微笑，我直接讲即句话老大生哪听哪微微笑，无个回应，因为你个回应就无效啦。咱人世间共款有当伫社会上嘛，共款啦，一寡言语你无一定逐句拢爱去回应，像这伊讲你上任了后，若准有印刷的工课袂当毋通袂记你老兄弟呢，这当然一定是照规矩来啊，对无？你也无照规矩来，你到时就互扣伊关伊啊嘛，对无？一个校长哪有可能安尼做？当然是无可能嘛。所以伊就笑啊，就无个回应啊，对无？微微笑，无个回应啊。所以讲啥物话？讲这个话拢是有一寡会当看出态度啦。啥物态度？老大生的顶真，但是老大生安那，伊嘛知影社会事今仔有头了后，伊知影有一寡代志毋免伤顶真，伊有一个界线伫遐，表示讲伊社会行有头嘛，对无过来这篇大家毋知有信无这篇是绿光金锁，绿光金锁嘛是伫我万宁柑仔店内底啦，这绿光金锁伊是一个我当初咧写的时阵是因为一个新闻事件来写的，就是讲了伫2017年的时阵。2017年的时候，桃园的杨梅有一个老医生，伊拢甲人去注射，但是注射本来毋是歹代志，但是呢，伫2017年桃园市连续发生六个病人感染到死刑的肝炎死刑肝炎，6个连续6个，结果找起来拢是同一间医生。拢是同一间医生，尾卫生局去调查，发现这间诊所的医生已经89岁啊，89岁啊你要差1岁就90岁啊，你看偌恐怖！89岁的医生搁咧开业，89岁的医生搁咧开业，而且呢，差不多10个患者有9个伊会甲注射，伊拢会甲注射。因为咱台湾阁有一寡患者足迷信即个注射的，所以嘛，互即种医生阁有生存的空间啦。他知影调查落了后，即个医生并毋是咱一般医学院毕业的，伊的开业的资格是差不多是40年前40多年前迄阵蒋经国做即个退辅会主委的时阵以前的咱的总统叫蒋经国蒋经国做退辅会主委的时阵伊有办一个
互军中退休的退伍的老兵啊，会当去考一个资格啊，叫退伍军人转任条例。啊，用做啥物呢？就是你若伫军中做咧卫生士官啦、卫生兵的啦，伊退伍了后，会当去考一个卫生技术人员。啊，这卫生技术人员考过了后伊有一个足奇怪的条件，3档了后你会当去庄卡偏远的庄卡开诊所。但是开诊所你免去看大病你家己看像咧感冒啦、胃肠药啊啦，还是讲一寡迄个皮肤病啦，还是讲简单的外伤的处理，这种病症，安尼咱台湾真正有这种医生，伫40-50年前都有啊，但是这个老医生竟然到2017年，伊竟然搁咧营业，尾发现讲竟然有这种医生。我就真好奇去看迄篇新闻，看完了后，我就用这个故事来写一篇叫做《6公斤数》。6公斤数。我内面的主角嘛是亲像我讲的迄个，伊就是为中国大陆来的退伍军人。尾也是军中退伍了后，伊就去考到这个卫生技术人员转任条例的资格。3档后，伊就已经做一个伫庄卡所在开诊的这个诊所的医生。伊嘛是因为安尼甲伊一家伙囡仔拢饲大汉，安尼但是伊发现伊有4个囡仔，头前2个拢查甫的，拢普通讲，后壁迄2个查某拢真乖，真听话，尾也拢有读册啦，去考调师专做老师，伊2个迄普通讲的拢读册明哲，尾也勉强去学一下简单的功夫，去工厂做工课，但是伊嘛是算较传统的爸母啊。伊就甲钱互2个后生去买厝。伊2个查囝虽然拢是查囝无毋对，但是伊拢无互因半仙钱。伊就讲我拢互恁2个读册的，读遐悬啊，做老师啊，搁嫁医生、嫁老师啊，对无所以应该是日子好过啊，所以伊就无搁互因任何1仙钱。但是尾经过一段时间了后，伊发现讲即2个后生步步拢搁咧受伊的财产，但是电脑上。迄2个嫁伫外口的查囝，不时会倒来甲伊看，会甲伊关心，自从因某翘起了后，已经80外岁，搁咧做医生，迄个故事啦，大概是迄个故事，有兴趣嘛，应去找来看这篇嘛，讲是伫迄个万年糕仔店内面的所以伊讲内面讲到这个我一开始就写无意外，桃园幽门迄个老医生的新闻曝光了后。说老细兵的诊所，我做用老这个姓因为因为伊是山东人对吧？变做遐个狗尾赛人，问东问西的俏谈，特别是住伫街仔尾迄个肉粽节别人来煮营养社的时，就超工甲伊开讲，社检有换无？若无是会画着死刑的肝炎呢？哎呀这是闽人的话，出歹听你若个胡白乱讲后摆卖啊，因爸遮注射，伫溪仔基庄开业39年，老细兵这个老乌仔的台语煞讲啊不止骨溜。虽然也有淡薄仔外省仔腔，毋过甲在地人直接搬烂拢完全无问题。尤其是错干交的话，是伊当初伫军中上早学会晓的台湾话。好啦，莫生气啦，大家厝边做遐久袂堪人亏着是哦。肉粽节喙笑目笑。哪像完全无咧要伊老细兵甲伊干交的代志，大概是安尼。这为什么？这就是要描写这个医生伊来台湾咱有定有人讲真侪外省的来台湾了后拢袂晓讲台语，其实就是眷村啦。你大家拢住伫眷村，你拢惯是用华语去沟通嘛。但是呢，真侪外省的老兵，伊若准去无住伫眷村。伊来外口住，来外口做工课，伊无伫军中长期存在，伊颠倒会含台湾人直接，颠倒会讲台湾人的话，无形中伊较容易融入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其实我是要讲这段，为什么伊含肉粽过来遮尔好？肉粽过来是台湾人为什么会遐尔好？因为伊伫庄卡开业，伊含台湾人的社会民众大众接触的机会多，伊就有机会去学着台湾话。这是我创立这篇
6公斤数内底想要讲的一句话。吼，所以讲咱当初咱的政府若总讲莫甲眷村特殊化，你甲阿兵哥吼，拢甲分配去各地去居住，啊莫住伫眷村内底，拢含台湾人搬烂，拢含台湾人住做伙。其实伊就学会晓台湾人的话，伊就较容易融入台湾的主流社会。吼，较袂变成讲一个真特殊的即个存在啦。吼，这是我当初写即6公斤数想要伫内面藏的一句话，就是讲为虾米？这个老乌仔竟然台语遐尼，我会晓草干胶，我会晓讲遐尼练转咧，是因为伊含台湾人接触嘛，对无？伊伫外口开业看诊，伊看到拢是台湾人啊。啊，伊若讲佫伫军中，佫伫住伫眷村，伊就拢讲华语啊嘛，对无吼？嘿，差别就是伫遮，哦，差别就是伫遮，哦，这是讲虾米话？哦，我要表达的是即句话，吼，伊为虾米草干胶？因为伊拢伫。台湾的生活当中，含市民阶级接触，对无吼？过来，这是另外一篇，嘛是即个万宁柑仔店内面有诶吼。讲虾米话？即个软球卡吼，我可能大概甲大家讲一下故事啦吼。即个软球卡故事的结果就是讲吼，我是咧描写一个吼研究生，即个研究生咧，伊是一个。大学的教授的助理，嘛是伊的学生，研究所的学生。伊伫做大学的工读生的时阵，伊大学部做工读生的时阵，伊是足欣赏因这个老师的。所以伊考到研究所了后，伊就志愿要去做因这个老师的专业助理。为什么？因为专业助理是有固定的月通领，佫会用对头家做代志，佫会用学功夫嘛。所以伊原本是安尼按算的，他知影伊大学的时代所感觉真敬仰的一个老师，伊去做伊的助理了后，伊才发现讲吼，哇嗨啊！伊这个老师吼，是真积极，真积极。我要为助理教授变副教授，为副教授要变教授，伊嘛想要去选系主任，伊嘛想要得到这个。校长的肯定，所以伊伫学校内面申请做一个教育部的啦，国科会、文化部的真侪计划，所以伊的身上排做一个计划。但是呢，排做一个计划的同时啊，这个助理就叫做月如啦，月如就是变成伊定来接到因老师的指令讲爱去先甲厂商开一寡发票出来，但是呢，这个经费啊，会刷去别位开销。比如会请一寡即个较有学术地位的人食饭，是讲研讨会明明就是无遐尼澎湃的食暗顿的钱，就可能去刷一寡其中的经费来，去请遮个大粒头的人、重要的因素去食倒，去食日本料理，甚至佫有真高价的一寡即个纪念品等等。当然你就知影讲，咱政府预算无遮个物件嘛，免啦，安尼就是变成讲开发票先来报销，开其他的发票来报销。这做遮个代志人是啥物人？就是这个助理，但是伊做了真好，伊拢听老师的指示，做了真好，所以老师对伊真满意啦。所以老师的心内就是无想要互伊遐早毕业。想要甲留落来家用几档但是伊是发现我老师安尼做伊感觉真危险，嘛有法律上的责任，所以伊是足想要较紧毕业的。所以两个变成伫咱遐扭大数，老师无爱互毕业，伊足想要毕业的，老师要叫伊去报销一寡发票，但是伊足无爱做的，两个人变成遐迄个扭大数共款，所以呢，伫迄个过程当中，伊有一遍因老师叫伊，佮报销一寡经费，伊就趁这个机会，敢若有淡薄仔，要怎讲？趁老师欢喜，伊有达成任务的这同时啊，伊希望会当，互因老师允准，同意互伊赶紧提这个论文的计划 proposal，所以我即内面讲，老师。这是咱顶回 meeting 了后，我阁照你的指示修改好的前3章。
你看哪会当哪阵会当？我想要伫咱的研讨会了后，信心噗噗数的发表，我如这话未输伫心内排练过几啊十摆，毋若速度紧，阁袂加值，嘛敢若无要互因头家想伤久，就刷手甲新手师拄起侯俊明的面前。侯俊明就是这个教授，就是伊老师。为什么？伊平常时讲话无像咧，我啵一直讲。为什么即边要讲啊遐尼济？伊的话拢是短短啊尔。这个粤语的话拢是短短啊，但是即边伊的话，那机关性的啵一来，因为就是伊心内排练过足侪摆啊，伊想要赶紧甲即个代志完成。咱来看老师安怎反应？安尼我先签名，互你送下办公室。我为什么用这点点点？这点点点就表示讲老师一直咧想，老师一直咧顿地，无爱随互伊毕业。毋过这三种若也未完全好势，你着爱甲申请书抽转来哦。侯俊明感觉粤语是即几年来上好用的助理，伊实在毋甘遐早互毕业，所以明知影粤语的前三种已经写甲差不多啊，态度犹原是有淡薄仔暧昧，讲话滴滴嘟嘟，无互伊一个定着的答案。所以你看，这就是对比。学生的话讲到平平平平足紧的，老师的话变得滴滴嘟嘟，为什么？因为学生就是决心就是要较紧毕业啦，伊无爱阁替因老师做介绍啊。老师就是感觉这个助理是好用，我袂当互你遐早毕业，所以伊就对吧伊有足侪迄停顿的所在，而且伊阁设真个条件，若阵无好势，你一定来哦。我先签名尔，我毋是马上同意哦。大概老师就要讲这个代志，所以讲什么话，其实就是表达这个人伊心内咧想啥，也是讲伊的态度，对吧？讲什么话嘛？讲什么话？好，过来第二部分就是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这嘛是可能是软桥骹。这软桥骹我有描写一段啦，就讲这个教授伊知影校长是信基督教了后啊。伊就超工啊，照校长生日的名义啊，超工送伊一本精装版的台语罗马字的圣经做礼物。侯俊明就对一个无神论的人，无神论者，变成虔诚的基督教徒啊，这是要甲讽刺。伊原本是无宗教的信仰的人，但是呢，为着要巴结校长，伊就马上变成基督教徒啊。伊不时找机会去和副校长来讲话，特别若是讲到信仰的代志，佫会假无意去讲到一寡伊读台语圣经的心得。副校长感觉侯俊明毋若拍拼争取计划，替学校开辟财源，更加是对基督教有坚定的信仰的青年才俊。这几年来，伊拢无发现，即马知影就对伊有愈深的期待，未输未来会佫交托伊。什么重要的任务共款？所以这就是讽刺什么？讽刺讲这个侯俊明是为着要爬起哩，为着要出头，有淡薄不敌手段啦，有淡薄不敌手段啊。所以你看，伊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当时会变基督教徒，对无？这就是你个讽刺，做什么代志，对无？过来。这是我第一本小说里面的廖党的，这个廖党的伊讲到因伫酒店内面啦，即种风月场所水定定咧涨，大风大影嘛拢捌经历过，已经袂兴趣啊。伊甲丽丽就是即个妈妈，就是酒店的妈妈桑，使一个目尾，介绍廖党的互熟悉。这廖党的是咱7期8期的大地主，连后摆要开发的13期高铁特区。伊嘛有土地哦，恁下暗甲按来好势，事实后摆定定来甲恁交关，你生意就做袂煞。呀，当然这是喙讲的哦，这是阿水也喙讲的哦。但是你注意看，丽丽这种小姐伫佚佗场所会当生存遮久，当然嘛知影真侪话是3分真7分假，袂当伤认真。毋过伊看廖党的清茶泡泡啊。佫有淡薄仔庄脚人的气味，你看，庄脚人的气味是咱毋知啦。但是咱酒店的小姐、酒店的妈妈桑看有，
阿水啊，佮对伊婆婆塔塔，对伊较好咧咧，绝对无毋对。所以李丽对廖当的好，是因为阿水啊讲啥？毋是，是伊看到阿水啊做啥，知无？伊看到阿水啊对廖当的婆婆塔塔，毋是伊看到阿水啊讲哦，这是廖当的是八旗的大地主啦，哦，伊高铁地区嘛有田啦，嘛有地啦，毋是，伊是看到阿水啊对廖当的婆婆塔塔，所以做啥物代志，喙讲啥物？你讲老说啊，等你头先毋是讲喙讲啥物真重要？有咯，但是像这里佚佗场所讲的话，拢是啊表面话，对吧？吼，哦，这7期的、8期的大地主，哦，13期嘛有伊的地，这是喙讲的，你也无看到啊。但是伊看到阿水啊对廖当的婆婆塔塔，所以我这段我甲讲叫做啥物代志，哦，做啥物代志，好，过来，同款是廖当的。廖当的透死人毋捌行过遮高级的佚佗场所，逐个小姐拢嘛水当当，无论烘冷还是碰皮佮古水，逐个拢嘛看啊真介意。可惜毋是真正咧做皇帝，若无足想要加紧几个仔来坐伫身躯边，目睭踅来踅去，选几无久，佮还未决定的时，阿水啊上知影因即个的轻重，随经一个敢若混血儿的金头毛的，含一个身悬要170的。五官真深，亲像原住民的姑娘。李丽用眼神咧问廖当的，敢有满意？伊敢若一直点头，欢喜甲讲袂出半句话。所以廖当的讲话无，但是伊安那，敢若一直点头。廖当的无啥影讲话啊，廖当的含慢讲话，但是廖当的动作，互李丽就知影伊有满意，对吧？吼，做啥物代志？所以廖当的是一个真性分泌的查甫人嘛，对吧？吼，诶。过来做啥物代志？哦，甲阮加纸献。校长有加纸伫你骹边咧，你袂惊吓？心内咧摇伊担当诶，哪问哪甲即个老神在在水姑娘啊，背金甲头，背金甲头，伊哪讲话哪个啊背？这其实对咱查甫人来讲，这是不应该啦。哦，然后男女授不亲嘛。哦，虽然讲是游泳池内底，啊，但是毕竟你含伊啊。嘛无时间安尼会当共摸人的金甲头，用当然你是背无毋对，但是有当人阿准甲你讲吼，伊无爽快，啊你就衰啊，对无吼？加在老大生伫乡乡，甲家己当做查甫的，若无担当的，乌白网恐惊有米高想的嫌疑，对无吼？过来加纸有啥物通好惊？阮自细汉住伫眷村，加纸满世界，连眠床都有加纸咧爬。恁敢知影加纸有一种线？我捌偏过呢。互担当的背甲金甲头甲天开目睭的老大生，完全无咧要伊拄则的风波，所以表示啥物？伊当然伊无咧惊加纸，但是伊惊是加纸线，对无吼？但是迄加纸线，敢真正是真正迄个骗得到的，无一定哦，是伊心理上的加纸线嘛，对无吼？过来福建中这段吼来。加纸线，福建中刁工甲声音放低，轻声细细，好咧啊！拜托这个15岁的小姑娘添茶互伊啉。佮听到因老爸老卢共款讲甲毋知人，想要做歹的胆量愈重愈大。伊看查某囡仔要入去房间啊，想讲机会难得，加无意要放尿，伫骹后缀安安，行到房间的门骹口。雄雄出手，甲查某囡仔的喙按咧，互伊叫袂出声，佮甲伊塞落去眠床顶，刷手甲门锁咧。伊开始伸手去揪伊内衫裙内底的内裤，这所有的一切拢是遐尼啊突然。代志发生的速度，更加互这15岁的查某囡仔袂赴反应。伊想要大声发，却发袂出声，就算有小可声碎。随着听到福建中伫伊的耳孔边咧甲恐吓，若准你敢讲互别人知，毋若借互恁爸母的钱要收转来，死到逐工有人来恁厝里讨笑，而且即种代志若互人知，你后摆会嫁无翁，无人会介意你。你看，伊遮的话拢是要甲恐吓的，啦，就是要达成伊的目标嘛，对无？做啥物代志？所以这真正是精神嘛，对吧？过来。
最后的描写吼，什么叫表达心理状态？哦，咱赶快用这个哦加蛇线来说明吼。比如讲我伫念的时候，其实我有讲过，因为伊是15岁的时阵受过查甫人的伤害，所以其实对男女之间的迄个距离吼，有一个真大的防卫性。伊即马当然伊已经20外档过去啊，伊嘛做主任嘛，伊嘛伫学校啊，但是呢，问题是伊顶边捌伫守卫室看到即个蛋的科目题，所以伊会感觉真碍叫嘛，所以伊即马伊会做啥物吼，伊挑工甲骹步声打较重咧，伊挑工就甲发哦，陈先生，这盒点心互你做宵夜敢好，有无吼？伊的目的就是要到行骹到进前，就互保全的知影爱甲衫先穿好。这个是表达啥物？表达这个老大生伊的一个啥物心理状态？伊会对查甫人有一个真悬的防卫心嘛，对无吼？共款。另外这段，毋过从日后头一天开始，除了规定的大学服爱穿裙以外，伊规年冬天拢穿一领长裤出门，搁较毋捌穿甲一领会看口里的水衫。所有的穿插，毋是普的，就是空色。同学拢笑伊根本就是查甫的灵魂出世投胎伫查某囡仔的身躯顶，对无吼？所以这表达啥物？表达伊透过穿插来保护家己的一个心理状态，对无吼？伊无爱互人对伊伤接近，伊知影家己生做袂歹，但是伊无爱互人感觉伊是一个水姑娘啊，伊感觉互人感觉互人感觉讲伊是一个查甫囡仔，他们有一个距离感，无想要来甲伊安怎如何？这就是心理状态嘛。好，这最后这个来这是喘气，共款是伫我这个万年感觉店内面的一篇啦吼。这篇是咧描写一个查某囡仔伫伊的婚姻当中伊这个婚姻最好笑的，就是伊的翁婿伫因外口的人来讲伫因的厝边啦，甚至伊的爸母啦，也是因的这个外口的人无了解的人，拢感觉伊的翁婿是一个100分的翁婿，因为面馆伊含慢换顶走，但是伊的翁婿伫庄骹，伊当年是大学毕业退伍了后，就随考着高考，本来是县政府的官员，尾也是因为要照顾庄骹的爸母，怎申请调来这个乡公所做职员，算降调就对啊。所以大家拢讲因翁友好爸母，然后佫有真好的头路。重点是呢，佫会换顶走，免互太太主接，所以免100分的翁婿。所以因翁仔某若有阵伫我冲突的时阵大家拢讲一定是伊毋对，因翁是对的。所以无形中伊怎变成感觉伊活伫一个袂当喘气的婚姻当中啦。就讲佫较安怎好的翁婿嘛，无可能讲完全无缺点嘛。但是问题是在因庄骹的人来看，因翁就是100分的翁婿。所以伊也阵对因翁有啥物不满，比如讲因翁将来无爱含因出去外口住，伊的理由就是讲爸母佫伫咧，伊爱住伫厝内照顾爸母，所以就算是因新婚的时阵嘛无去外口度蜜月，无迄所谓的 honeymoon， 所以伊真要伊的一寡物件拢无啦，所以长期落来了，伊怎感觉伊活伫一个袂当喘气的婚姻当中，这个袂当喘气的婚姻尾互伊怎开始对细汉的时阵的一寡因为伊细汉的时阵有一遍跋落溪仔底，险淹死，伊伫这个袂当喘气的婚姻当中开始有当时会去梦见伊细汉的时阵跋咧溪仔底，险淹死的这个状况，一直咧迷茫开始来做描述的，所以我甲伊号做喘气，所以有兴趣的啦，有兴趣的会当去找来读看卖啊，这个喘气有真侪朋友讲伊咧描写这个伫婚姻当中袂当喘气的女性有淡薄仔趣味啦，会当了解者来这我这段是咧描写啥物呢？描写讲伊细汉的时阵有另外一件就是
一个因老爸的朋友吼，甲迄个福利站，就是因为军中吼有迄个福利站的卡，叫因去买物件。因为迄个时阵是爱有符合资格人，才有迄个福利站的即个卡嘛。结果呢，迄个老乌仔就甲迄个卡借互因兜去买。结果呢，有一遍啉酒了吼，怎甲伊的身躯乌白烧，乌白烧安尼。所以淡薄就讲变成伊细汉的时阵一寡痛苦的记忆啊，怎变成伊尾啊伫婚姻当中拄着困难的时阵的一寡迷茫当中去噩梦啦，变成伊伊的噩梦啦，大概是安尼。我即摆念这段梦娟来孔伯伯这里坐一下，反正都迟到了，也不差这一点时间。老乌仔伫台湾住规半世人，伊共款惯势甲人讲国语。嘛唔惊别人听无伊迄个带震动的山东腔的国语。我这篇其实是要含迄个陆公亲所做对比的。有的人一世人拢住伫军中，喊你含台湾人计较，拢伫讲国语。陆公亲所迄个老细兵迄个医生，伊伫庄骹做医生，含台湾人计较，结果讲的台语做认真的。所以，迄个就是袂甲尔啦，其实毋是袂晓啦，对无语言的学习就是安尼啊。过来第二段民官虽然无介意阿爸甲外甥阿伯啉酒，但是伊的福利证帮助因兜买生活用品，减开真侪钱，而且三不五时就会做一寡外甥馒头去互因，在伊看来是因兜的温情人，所以要是乖乖坐点因老爸甲老乌仔的中，就是。伫迄个时间点，尾啊老乌仔酒啉济起酒痟，就伫个较只听乌白烧，所以迄是伊第二摆感觉袂喘气的时阵，袂喘气的时阵，所以这个细汉伫北江溪遐么饮食，迄是第一摆，第二摆伫高中的时阵，互这老乌仔甲伊较只听乌白烧，遐么袂喘气，这两摆痛苦的经验，尾啊伫伊的婚姻当中拢变成一个代表伊。伫伊的即个表面上真圆满，但是实际上伊有淡薄仔不满的婚姻当中的一个袂喘气的即个象征啦，一个象征啦，一个象征的描写，大概是安尼，好这嘛是共阮即个喘气这喘气是你讲正当目睭皮愈来愈沉重，眼前愈来愈黑暗的时，面馆仔的心肝头袂输互人用叉棍喊甲疼一个煞精神过来，因为实在有够疼，面管疼甲大声吼出来，伊愈哭愈大声，袂输全世界只剩伊的哭声。只是伊的喙皮，雄雄互人刮过来的，迄种烧烧疼疼的感觉，互面管疼甲胃梦境当中清醒过来。眼前就是伊的红晒细面，面顶的表情就是半暝困无好，互人吵精神的无奈。这嘛是喘气，但是就是因为伊一直含面，结果因人甲扇喙皮，甲刮过来甲拍到喙皮甲刮到精神的呢，安尼，这是表达啥物？表达伊伫伊的婚姻当中一直拄着困难啊，伊袂当喘气啊，所以伊细汉的古早险互北江溪饮食的情景，伊伫个即个梦中一直出现啦。我意思伫咧。一直伫伊个梦中出现，就表达讲伊对即个婚姻是满意还是不满？当然是不满嘛，对无大概是表达一个心理状态。好，过来像这嘛是佫讲家族线，家族线虽然做贸易公司的业务，公司无要求一定的清查，毋过便拄着请客应酬的场合，头家就要求伊爱穿洋装还是套装。拄开始罗大生袂感觉这是正常的要求。落尾伊发现头家敢若甲伊当做公司专用的酒家女，毋若甲伊要求爱甲客户敬酒，不时佫会伸手伫个肩胛头腰，甚至大腿乱搔，种种的动作，互伊藏伫心肝内上深的伤痕啊！哪亲像佫互刀裂破皮，血插着滴，哇！嘛是表达伊细汉的时阵捌互欺负过，所以若阵有查甫人要甲伊乌白乱搔的时阵，伊会淡薄仔无爽快，对无
啊，这个万宁柑仔店是咧讲这个这个管区诶要共收红包诶一个状况。这个管区诶虽然调来这间派出所也未半冬，毋过好收庄有啥物好空啊芳，伊前任诶学长拢有甲业务交接互伊。拄则毋只会伫庙前顿地规半步，通好互柑仔店遐个骹赶紧煞去，嘛互万林准备一下。为虾米？伊是要来收红包呀，所以伊其实伊无拍算要甲交警走掉嘛，所以伊其实就是要互因知影，伊就是要来收红包诶。所以伊伫遐顿地豆豆行啦，豆豆看啦，甚至停奥多摆嘛慢慢停，伊就是要互柑仔店遐个跋筊的人赶紧准备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李志明碰过哪个，搁哪啉裤底啊？拢伊去人个柑仔店碰过就共摕起来食七个就摕起来食，啊，搁假无意为落地啉钱，假无意为落地啉钱，要啉头家娘，金秀随比一个手势，意思是讲伊要请李志明就随甲钱，搁放入去落裤底啊。这就哪亲像逐摆拢爱演一摆的出去，一出去，在场的人看甲惯死敢若万林温伫总铺，看甲起爱笑。就是讲这个李志明就是这个警察啦，警察就是要来收红包的，要搁共卡油，搁甲人个五幺的领个，以前个五幺的领个足贵的，摕起来掖，搁假无意讲要摕钱互人，头家娘遐有可能来收钱，无可能嘛。所以只有我请你，所以这就是表达这个警察真寒酸，要食，搁要掠，对啊，要收红包但是呢，要搁共食咧五角的领个，要共骗就对啊，淡薄仔这个意思，这表达伊的心理的状态，国民党内面，描述的是，我国民党我莫讲好啦，因为这篇拢完全无讲到剧情，我就直接跳过好啊，软桥骹嘛免好来，无紧，因为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好来，即摆总结等下到咱这个今仔日规篇的总结应该来讲，就是讲我今仔日这个做法含以往的伫分享一寡文学写作的时阵较无共款，就是我用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规篇甲这个加蛇县这篇豆豆念互咱线顶的所有好朋友来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你讲我写作者，我伫写这篇的时阵，某一寡段落，我为虾米要安尼安排？是我有一寡想法，这是第一。第二呢，我针对这个这个人讲啥物话，伊代表伊当下是一个某一个情景、某一个状况，过来这个人。做啥物代志？来代表伊另外一个迄个表现，性格表现。过来最后第三个就是透过一寡丰沛的描述来表达伊的心理状态。大概各位后摆有机会你也有机会去看，当然无一定是阿纯来小说，你也看别人的作品你就嘛用这三个角度啦讲啥物话做啥物代志搁有丰沛的描述去了解这个人的可能的心理状态，还是讲这个作者伊咧描写某一寡特殊的情景的时候，比如像我讲这个加蛇县，这个加蛇县变成对这个老大仙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象征啦。什么象征？就是伊当年咧用欺负的时阵拄好迄查甫人咧甲伊欺负的时阵，迄加蛇位的身躯边片烧过嘛，伊就变成一个痛苦的这个一个痛苦的象征，对吧所以当然。伊尾边拄到查甫人要对伊骹手来时阵，迄个加蛇线就溢出来伊的脑顶，对无就是一个痛苦的记忆。咱会当用这三个面向去思考这件代志。今仔日用这个短短一篇，袂讲短短也算真长啦用这篇为主啦其他较无牵涉到。毋望互咱线顶的好朋友有淡薄一寡无共款的思考。多谢努力。多谢阿俊啊！伊安尼，有人来好是谁举手的？有问题紧问紧的，把握时间。头两个举手呢？
是啥物人有问题？应该是毋对啦吼。好，多谢阿俊啊，甲咱分享伊的作品。为伊作品内底，咱会当看到伊对人性的描写，我感觉是真有路。啊，其实写作会当甲一个人的感受、心情，甚至内心的世界写甲遮清楚吼，真正做无简单。啊，咱来最后看各位个人问题要问阿俊啊无？若无问题，咱今仔就演习到遮，多谢阿俊啊，嘛多谢各位听众。后礼拜阁有好康诶，嘛大家当继续来上吼。来，真假真来，紧，真假真，是毋对啊。好，咱今仔课程就到遮结束吼，多谢各位。好，多谢，再会。多谢老师。好看，有兴趣人咱去买哦吼。老师头拄讲是迄个有咧有志问讲，伊个博客来无通啊看着，爱甲迄个阵啊老师直接联络是无？对，嘿对，吼。啊，阵啊，你有留资料无？嘿，我有留伫迄个图会中的信息吼。我有看着啊，0936288017，嘿，这有看着。多咱多谢老师。啊，关怀问关了，麻烦大家嘛添一下吼。安苏老师，佫一个小小问题，我头拄听阵啊老师伊是讲避免，还是片面？阮若讲片面，避免是拢会使。无啦，避免啦，片面迄是大家讲毋对啦。安尼吼，吼，避免吼。好，多谢老师，多谢。好，啊嘛，另外我阁搭一个国家语言发展会吼，南部伫台南吼，你8月17号有闲，麻烦大家来遮报名参加。对咱国家语言整个发展，看你有啥物想法，会当做来参加吼。台南的有志会当来遮吼。咱今仔日就到遮吼，多谢各位。